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5月2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民数记第9章15节到23节，启示录第4章第1节到第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云彩。再来这一个礼拜呢，是台湾地区所谓的春雨的季节。气象预报大概就是说每天呢都会下雨的这样的一个星期。那下雨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有乌云密布，水汽够重的话就会下雨。云彩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民数记第9章15节到23节这样说道：上主的圣幕竖起的那一天，有一片云彩覆盖着它。晚上这云彩看起来像火，它上升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拔营启程。云彩下降在哪里，他们就在那里扎营。人民遵照着上主的命令拔营，也遵照上主的命令扎营。云彩停在圣幕上面多久，他们就留在原营地多久。当云彩停在圣幕上面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听从了上主的命令，没有移动。有时云彩停在圣幕上面只有几天，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他们都遵照上主的命令拔营、扎营。有时云彩停留的时间只有1夜，早晨就上升了。它一上升，他们就启程，无论是2天、1个月、1年或更久的时间。只要云彩停在圣幕的上面，他们就不动。云彩一上升，他们就启程。他们扎营或是拔营，都是遵照上主借着摩西所命令的话做的。云彩代表着上帝的临在，代表着上帝的遮盖与保守，更代表着上帝的带领与命令，让人可以跟随。出埃及记的西乃山上呢，上帝他也是以雷电以密云盖住西乃山，与摩西对话。在启示录的记载当中也提到了雷电响声这一些情况也都是因为有云彩，因为上帝的临在。启示录第4章第1节到第8节经文的记载这样说道：接着我得到另一个异象，看见天上有开着的门，我从前听见的那好像吹号的声音又对我说：你上来这里，我要指示你以后必定发生的事。立刻圣灵支配着我，我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他的面貌像碧玉和红玉水一样的闪耀。宝座的四周有彩虹围绕着，颜色像翡翠。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个24个长老，身上穿着白袍，头上戴着金冠。从宝座发出闪亮、响声和雷轰。有7支点燃着的火把在宝座前，那就是上帝的7个灵。宝座前有一片像水晶一样光洁的玻璃海。宝座的四边有4个活物，前后都长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小牛，
第三个有一副人的脸孔，第四个像飞鹰。那四个活物每一个都有6只翅膀，里面外面都长满了眼睛，他们日夜不停地唱着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将来永在。上帝是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上帝，或许他借着圣灵，借着焚而不毁的荆棘、火柱、云彩显现，但都代表着上帝的超越性，是我们所依靠的。诗篇20篇，为胜利祷告。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愿他从圣殿援助你，从锡安山支援你，愿他接受你所献的供物，悦纳你的烧化祭，愿他成为你的心愿，成就你一切的计划。这样我们就为你的胜利欢呼，以颂赞我们的上帝，庆祝你们的凯旋。愿上主成全你所求的一切。现在我知道，上主把胜利赐给他所立的君王，从他的圣高天应打他，以他的大能力使他得胜。有人依靠他们的战车，有人依靠他们的马匹，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他们要瓦解扑倒，我们却要坚立不移。上主啊，求你使君王得胜，我们呼求的时候，求你应答。感谢上帝，以各种形式临在，实现你以马内利的应许。恳求上帝以如同诗篇20篇的经文所写的，用你的全能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的国家台湾，能够脱离恶灵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